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古蹟係喺元朗新田永平村嗰邊嘅大夫第。想去嘅話好方便，喺元朗朗平村總站搭巴士，喺新田站落車，跟住路牌行就可以到達。大夫第係民眾聯喺同治4年起嘅。講到建築特色，大夫第正門上面掛住嘅大夫第紅漆金字牌匾，好搶眼。最值得介紹嘅就係正廳上面掛住嘅兩塊牌匾，呢兩塊係清光緒皇帝喺1875年御賜俾民眾聯祖父母同埋雙親嘅詔書木匾，上面刻咗漢滿兩種文字，喺香港非常罕見。屋脊上面裝飾緊嘅係廣東佛山石灣文娛碧瑤燒製嘅精緻人物圖塑，整棟建築都係由灰塑同彩塑裝飾。屋裏面嘅木刻壁畫大多數都係以中國傳統寓意吉祥嘅動植物作為圖案，而屋入面通道拱門上面嘅彩繪玻璃同西式花葉浮雕，仲融入咗西方建築特色添。另外，兩塊牌匾中間仲掛住一塊名匾，上款寫住光緒12年丙戌科進士殿試，仲有6個大字欽點形容首府，下款係臣民卓芬功臣。每個金漆字都記錄住民氏先祖嘅光輝歲月。文氏有個好有名嘅先祖叫文天瑞，同宋末名將文天祥係堂兄弟。民眾聯係文氏第21世祖，佢好識做生意，仲做好多善事，得到村內鄉親敬重，所以清朝皇帝冊封佢做奉正大夫。正正因為呢個大夫官銜，但又係古代對高級官員屋企嘅尊稱，先至有大夫第呢個名。呢個府邸入面設有前廳、天井、正廳，兩邊就係廂房，仲有廚房、偏廳同廁所呢啲生活空間。大夫第喺1987年被列為法定古蹟，附近嘅東山古廟、倫豐文公祠仲有文天祥公園，極具歷史價值。大家得閒嘅話，不妨去參觀呢幾座歷史建築，探索個中嘅歷史淵源。多謝大家欣賞。